主耶稣基督的名，欢迎凡来属于伊的教会陪参者来参加首次的圣餐。亲爱兄弟姊妹，请听主耶稣对凡来回应的人所讲恩典的话。恁既然叫我担重担的叫就是我要互恁安叫。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跟我的人发断袂枵，信我的人永远袂吹干，就跟我的人我发断无气使伊。我徛伫门外拍门，听见我的声来开下，我要入去去问伊，来甲伊食，伊也甲我食。也吹干羡慕伊的人有福气，因为伊袂直直饱。愿主耶稣基督恩典甲恁三角伫地。所听的兄弟姊妹。请恁注意来听主耶稣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的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来背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食了后也安尼旁杯讲，即个杯是新约。伫我的会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因为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当主耶稣互人卖迄暝有提饼祝谢，所以咱伫伊的名，照伊的模样大声，咱做伙来感谢上帝。咱后来感谢上帝。主耶稣现在，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，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，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这个摆伫你面前所享受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这个对神有分伫你的身躯甲保护，对伫你恩典的帮赞，会当成做阮属灵的培养，也会成长伫你的恩典，通荣耀你的圣名，奉主耶稣的名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来纪念我。请属方的敬乐来做旁边的事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兄弟姊妹，咱领受的时阵，咱伫分饼的中间，咱用安静、袂倒的心，来孝念咱的主伫咱一生的中间，伊的恩典伫咱的生命内面。主耶稣伊奇妙的作为，互咱每一个人伫失去搁得到。伫咱的生命内面，咱因为主耶稣，互咱都有永远的活命，这是值得咱来孝念的。请来兄弟姊妹，咱用感恩的心，用安静、袂倒、领受的心来领受。受洗的过兄弟姊妹，欢迎咱拢做伙来领受。你若还袂洗的兄弟姊妹，请你唔好来领受。
人无客气的无？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，咱就行安尼来纪念伊，请咱三角来领受。食了后，也安尼旁杯，主要所讲，即个杯是神用伫我会所设立的，伊若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我。就是咱请你乐来这个时候。兄弟姊妹，有人无客气的无？这个杯是神约伫基督会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就行安尼来纪念伊一
持咱三甲来领受